參選港姐奪冠而入行嘅謝嘉怡，自從當選以嚟，佢一直深得觀眾喜愛。不過拍劇機會唔多，早前更加宣布離巢。近年謝嘉怡開始轉型從商，亦都經常分享運動日常，包括拳擊、踩單車同埋跑步等等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亦都有新動向。呢日自稱只係曾經拍過一次拖嘅謝嘉怡，俾雜誌爆出同大隻型男密運中啊！當日謝嘉怡喺港台離開之後，上咗一部停泊喺附近嘅黑色私家車，到達樂富商場落車嘅時候，謝嘉怡已經換咗一身黑色運動服，同身邊嘅高大型男着情侶裝。男方更加出其不意咁由後面攬住謝嘉怡，仲甜蜜嘴嘴啊！其後，男方揸車返回佢哋同住嘅元朗村屋。消息話，謝嘉怡嘅男朋友叫 Andy Chang， 同樣都係一個混血兒，從事品牌宣傳片拍攝工作，同唔少運動品牌合作嘅。另外喺佢哋社交平台分享嘅相入邊，可以見到佢哋喺左手無名指戴咗同款金色戒指，疑似備婚啊！